嘛，这个风台的暴风圈有来扩大，所以嘛，甲苗栗列入到警戒区。苗栗市大闸蟹，也就是市中国毛蟹业者，正惊强风大雨会去影响到中国毛蟹，因为这个大毛蟹已经烫壳烫4届。 过2个月，就要烫第5届，进入到熟成期。即摆当是重要的生长阶段，是袂堪要有一点点的失觉差。养殖业者是保强设施专程戒备。长头板有没有破损？破损我们就要去把它修补。 透早伫苗栗市中国毛蟹农友馆去巡，看这围帮有倒去还是破去的，迄若无细致，这中国毛蟹会走了了。 随来，佫将水道头关起来，将这个水位降低。农友讲，这个水池内面的中国毛蟹已经烫4摆，卡过2个多月，就会烫第5摆。随来进入熟成期，即马正是咧大的时阵，若对着风台影响，大风大雨，水涨悬，那呢，这中国毛蟹就会走出去。水位呢，我早上已经把它压低了，像目前下降的差不多有1/3了。 无用要防范风台，要有泰安温泉区的饭店工作人员用加大这落地窗，以防风将这玻璃吹破去。也是会协调客人，就是在这个期间，假如有事想要出来玩的话，还是可以把行程往后延一点点，那还是安全第一。 泰安的温泉区伫山内边有树啊，饭店业者已经提早清水沟啊、剪树蛙，因过嘛烦恼讲风台所带来强风甲大雨，所以讲呼吁游客这2天啊上好莫上山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